Hello， 大家好，我係 PT 啊，今日翻嚟同大家玩呢一隻長龍神劍。咁點解無端端玩翻隻 BX01 呢？咁就係因為咧近排大家都知啦，我係前排先回坑爆旋陀螺嘅。咁喺回坑之後咧，其實我都有一路跟住去睇第3季嘅動畫啦。畢竟 ViuTV 每個禮拜都有播。咁至於我前排咧就終於去追翻咧話早期一啲可能第一季、第二季嗰啲嘅動畫啦。咁因為前期咧黑衰極咧多數都係用呢一隻嘅長龍神劍嘅，咁佢喺套戲入邊嘅表現就真係非常之型啊，令到我想買翻隻長龍神劍嚟當係收藏啊，或者玩下咁樣啦。如果大家之前有睇我喺社群 post 嘅 post 咧，就有話過哇想買，但係而家又好似唔係點樣攞到上賽場咯，又好似有啲矛盾。不過最後都係忍唔住買咗。係啊，呢度話時話可以幫自己賣下廣告。我定時都會喺 YouTube 社群啦，或者係 YouTube Short 咧，就出一啲日常嘅。咁如果大家有興趣咧，就可以去睇一下啦。話時話佢呢啲舊嘅 BX 陀螺咧，佢做特價好抵啊！例如我呢隻喺玩具反斗城買嘅，佢呢隻就特價係39蚊咯。咁其實都幾抵我覺得，因為佢呢啲係連埋發射器嗰啲 set 咧，平時都要即係都可能要100蚊嘅，佢啱啱出嗰陣。見到啦，哇！長龍神劍仲好新啊，所以非常之閃靈靈。咁啊，拆埋個膠袋先。攞咗出嚟啦！長龍神劍，我自己以前咧就麻麻地嘅，不過自從睇咗動畫黑衰極咁型嘅表現，另外都望慣咗啦，慢慢咁啊，反而慢慢就會覺得佢都有一種簡約味嘅，咁都幾型嘅其實。咁至於部件咧比較有用，應該係個固鎖啦，360而家喺賽場都比較常用嘅。咁，其餘呢隻陀螺嘅性能咧，嗰啲咧就唔再同大家詳細介紹啦。畢竟都咁舊嘅陀螺。咁我哋而家就去實測嘅部分。不過喺實測之前，我哋仲有呢隻 BX02 煉獄魔鐮啊。咁就係同隊嘅風劍鳥嘅陀螺啦。咁其實風劍鳥嘅陀螺我自己比較係中意煉獄鎖鏈多啲嘅。因為煉獄鎖鏈有成集去介紹佢嘅出場啦，同埋外形我都覺得型啲嘅。不過咧，煉獄鎖鏈就一定要買嗰個3隻陀螺一 set 嗰個套裝先有，咁嗰個單價會比較貴啦。咁所以就買住煉獄魔鐮嚟玩住先啦。好，咁我哋開埋佢。去煉獄魔鐮，同樣因為都係新陀螺啦，所以都係非常閃靈靈嘅。好啦，咁啊唔講咁多啦，我哋而家即刻去實戰嘅部分。今日咧，我就為長龍神劍準備咗唔同嘅對手。首先第一局就係隊友之間嘅對戰，同樣都係表象人格隊嘅黑衰極嘅長龍神劍對風劍鳥嘅煉獄魔鐮。咁啊，原裝配置。エクストリームダッシ下一場佢嘅對手就係不死懸言嘅鳳凰飛翼，同樣都係原裝配置。エクストリームダッシュバーニングマニューバー。跟住係宿敵之戰，佢嘅對手係龍宮黑武嘅孤男青龍原裝配置。
ドニックブレイク無限ラインに乗ったエクストリームダンス跟住嘅對手係8星奧米加嘅天馬轟烈，原裝配置。走れペガサスブラスト白星流一の聖剣走れペガサスブラスト白星流2の聖剣流れます最後一場係世代主角之爭 ，X 世代嘅黑衰極嘅長龍神劍對爆轉世代嘅木之公龍嘅暴風戰龍啊，咁都係原裝配置嚟嘅。エクストリームダンス咁今日就同大家大約玩咗呢一隻長龍神劍啦。之後我應該都係偏向收藏啦，有時想呢，可能就攞出嚟打幾場咁啦。咁今日呢條片就係咁多啦，中意希望俾翻個 like 同埋訂閱。咁我哋就下條片再見，拜拜。